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9，诗篇119篇16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愿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话赏赐我智慧。三角来祈祷，愿求救的声透到你面前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。主啊！你有监察阮，搁捌阮。阮的一举一动，你拢深深知。阮行路，阮休困，你嘛拢在看。阮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完全清楚。主啊，阮也未开嘴，你也早已经知阮要讲啥物。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受造是遐尼奇妙通惊。主啊！苦境甲患难，拢无法度，互阮离开你的道路，因阮要坚心倚靠你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仰望你，愿阮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话赏赐阮智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